而家呢個係前菜，其中一塊咧係馬肉嘅，呢個叫 salsa 啦。喺烏茲別克會見到一啲圓形嘅包，沖於一個 cloth， 我覺得 OK 喎。今日分享下咧坐烏茲別克航空商務艙嘅體驗，因為我實在唔知道我呢一世仲有冇機會再坐。機型係波音7878 Dreamliner 222嘅格局，雖然私隱度唔高，但係就只係得3排，所以座位非常之闊落。一上機就有杯 welcome drink， 雖然 welcome drink 嘅選擇冇乜特別。Orange juice, I will have apple juice. Thank you. 但係飛機餐嗰度呢，就可以揀烏茲別克嘅 national dish plof。Chicken and plof. Chicken fish, black tea, yes, please, with lemon and sugar. 呢一程機係由烏茲別克嘅首都 Tashkent 去首爾，大概6個幾鐘，所以有床單、有被、有拖鞋，另外仲有一包航空公司自己出嘅濕紙巾。順便呢分享埋佢個過夜包啦，咁上面有佢烏茲別克航空嗰個 logo， 入邊呢就有梳啦、牙刷、耳塞、絲絨質地嘅眼罩，仲有啲 cream 嘅。牆上有航空公司嘅 logo， 段 safety video 都幾有烏茲別克風味，個位有少少舊，不過都舒服，始終佢夠闊落。我最中意嘅呢就係佢嘅飛機餐。個飛機餐咧，我覺得都要介紹一下嘅，因為佢係真係有一啲烏茲別克嘅特色菜嘅，例如係一個叫 salsa 啦，或者烏茲別克會見到一啲圓形嘅包。而家呢個係前菜，其中一塊咧係馬肉，沖於一個 cloth， 我覺得 OK 喎，我係有少少乾咗啲。雖然呢一餐飛機餐嘅質素唔可以話係驚為天人，但係非常之有當地特色。始終喺香港唔容易食得到烏茲別克嘅菜式，所以用呢一餐嚟為我嘅烏茲別克旅程作結，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完美。降落前仲睇到非常之靚嘅日出，大家又有冇坐過邊一間令你特別難忘嘅航空公司呢？